蘇蘇約你飲杯茶，市場波動咪衝動，係由加拿大理財蘇伊士嘅蘇怡以及 Stephen O 聯合播出。哎呀，Zoe 啊，你快啲幫我睇下啦！我老公又話要將我哋啲退休金全部擺定期存款喎，話而家市場唔穩陣，股票會輸大錢啊！吓？又你？上次咪講過咯，咁樣做真係會令到你哋蝕到阿媽都唔認得噶噃。佢又話新聞日日講美國經濟唔掂喎，唔係話衰退到嚟嘅咩？啱啦！我睇財經新聞話，呢幾年咩2008金融風暴，2020疫情、俄烏戰爭，搞到市場唔穩定。依家唔趁早攞翻啲錢出嚟，唔通等佢跌到乜都冇咧？唉，你哋啊最中意咧聽埋呢啲嚇死人唔使本嘅新聞，但係你哋知唔知啊？過去幾十年啊，每次市場有呢啲咁嘅調整之後，最終其實個市都係會上翻去㗎啦。咁即係點咧？嗱，你哋而家咧係咪好驚咧？個市係咁跌，跟住咧就會想將啲錢擺喺定期存款。而家咧其實只不過攞到2-3厘嘅利息回報啫。但係你知唔知道啊？其實喺過去嘅2年啊 ，S&P 嘅指數啊回報啊平均每年都有20幾個 percent，Nasdaq 仲勁，成30-40% 㗎。咁即係擺定期淨係追到通脹，仲會因為利息收入要俾晒稅，最後實際回報咪得翻嗰2%啊！通脹都追唔到啊！其實再加埋咧，你哋退休之後，其實咧好大部分嘅收入來源咧係嚟自 CPP 啊、OAS 啊或者 GIS 咁啦。但係如果咧你哋仲有儲 RRSP 嘅話，儲得太多，去到71歲又要轉 RRIF， 每年仲要被逼咧有一個最低嘅提取額，分分鐘影響到你哋福利添啊！咁即係唔應該 sell 晒啲股票啦噃？咁梗係唔應該啦！市場波動咧其實係好正常嘅，最愚蠢嘅做法咧，亦都係大部分好多人中意做嘅咧，就係低位沽出，然後又高位買翻。其實咧係應該啦，分段響低位嘅時候買入。嗱，例如如果你係做長期投資嘅話咧，喺呢啲咁嘅 market correction 嘅時候，就唔應該咧 panic sell 啦。而且咧，你應該咧用分段嘅投資 DCA 嘅方法啦。然後咧喺市場呢啲調整嘅時候，有機會係平價咁樣買入啦。又或者如果咧你係已經 ready 要去提取你嘅投資嘅話咧，你又唔應該一次過攞晒，應該咧系統性咁樣去提取，咁去平衡翻咧你嘅稅務負擔添。嗱，仲有啊，如果咧你做投資組合分配嘅時候咧，如果你驚咧會有呢啲咁嘅市場嘅調整期嘅話咧，最好咧你保留翻1至1年半嘅生活費，放喺啲低風險嘅投資，嗰啲錢咧放喺嗰啲 high interest saving account 啊或者 income fund 咧，咁就啱啦。投資嘅戶口咧就唔好孤注一擲放埋晒喺同一類型嘅投資，應該分散投資。例如有啲環球性嘅投資嘅基金，佢會有歐洲啊、亞洲啊、北美洲啊、加拿大都會有分配嘅，咁咧就更加穩陣啦。哎呀，Zoe，做啲息你就好啦。咁即係而家最聰明嘅做法就係嗱，等市場咧回穩啲嘅時候咧，就應該慢慢調整翻個組合。而家咧就可以分注買入嘅。嗱，記住啦，財務策劃咧就千祈唔好一時衝動，係應該要有一個長遠嘅策劃嘅。喂，邊個未俾錢啊？唔係啊嘛，你哋傾到投資都唔見得埋單啊！蘇蘇約你飲杯茶之市場波動咪衝動，經已播放完畢。如果你想聽更加多蘇蘇約你飲杯茶嘅節目，記得 like、訂閱、follow 同埋 share 俾朋友啦。如果你對本集嘅內容有共鳴，歡迎你預約我嘅30分鐘免費諮詢，同我傾下，等我為你制定一個適合你嘅理財策劃啊！